叶先生，李医师回去了，你的车停在医院停车场。在这里做什么？难不成把你一个人丢在这？你自己打也过得好吧？我要走了。我们吵架了，你开心了吧？你到底去跟德浩讲了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去找他，我们两个也不会这样不开心。我去跟他说，请你不要再介入我的生活了。医生说，如果明天没什么状况的话，就可以出院了。我知道，不用你管。漫漫长路，你敢会感到辛苦？风霜一路，披上大夜干电路，永不服输。茫茫大洋唯多前途，春夏又秋冬，叹岁月太匆匆。上咸地板行错，有时一下变强输。一瓢干千山万树，披一下发向相扶。年一年灭风尘有爱，感谢有你上下天数。故事爱情清楚楚，永远铭刻在心中。故事爱情清楚楚，目光来时路。爱了解，唔免学大下嘅所有，迄物该本变做唔。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。安怎？安怎？昨晡日有你医院动压吼，我报出来挨手做咧。歹势，无应该留你医院。你去你某卡，下做着会转去咩好啊？安一下，啊出来，医院敢有讲其他乜嘅问题？急性鼻炎，根本日出做得出院咧。知道。
拿一双纸条。护理站你好，稍等一下。喂，请说。是。苏先生，安怎？哦，安怎？唔敢伫金本营迄摆记。拜一啦，你摕我以前中文讲咩？安尼冇吵呢。王护理师，金币使用了，万就奇啊！林小姐，医师说你可以办出院了。知道了，你自己办出院吗？还是说家属会过来？我自己来就可以。那等流程跑完，我再通知你。谢谢。好诶。啊哈。小姐您好，这里是碧欧联啊，您上次订购的那个唇蜜啊。李医师，你看那个影片了吗？看过了，怎么样？跟我想的一样，我认为他应该转到其他精神科进行更深入的治疗。其他精神科？为什么？他的病症属于人格性疾患，我们康复中心在心理方面的专业和知识对他帮助不大。我觉得
他应该换一间更专业的医院。这样啊，这样碧秋姐应该放心。怎么扯到碧秋身上？哦，没事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哇，这么好啊！珊珊之前不跟我去，我最后也没嫁了，送你吧。谢了。你不是应该跟我讲你要约谁去吗？给你票你就不跟我讲，我是。哦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时路。小谢啦，今日出个事后，反吹都人客嘞，我上班了。哎哦，唔免说有咩人惨哦。咱咪想我去康复中心做些个事情。爱做地啦。这位哦，有钱多唔适应人，唔做地。我平常拄做地去家出去买东西嘞，唔是笑啦，家家去上班啦。家家。好啦好啦。碧秋，要莫会戴口罩哦，往后群聚感染多麻烦哦。好了。哦，几sản夫哦，好看哦。係嘛？當騙人呢？當好看哦。騙人就水動豬誒，可以哈哈一聽聽。吳珊珊，你太难吃了。刚好，没有去检查，哦，这药的啊数量不符合潮湿的，你都没处理哦，也不会用的喏。也報嘅，係較主張類啦，點辦咩冇應症？我等下做處理。佢冇啲 panel 你會監睇咧啊？可能係幾唔錯嘅啦。確聽認真老人講啊，我一向有帶體包過期嘅，你會想啦嗬？
娘啊，我睇下，唔要唔爱，我有讲啦，姑嫂甲下片下长系唔少人哪样啊？我都讲有麻烦伊咩，唔系睡唔好诶。韩子生，你要跟我事情去凶动来。死啦！又唔见摕去抢阿长调监视器先叫的。做唔得啦，因为阿长注定个睇下都包庇你啊。没啦，还跟我做法诶，我没给他意思啦。师兄，其实我没好意啊，系么？就是蛮欠咯。好啦，可能啊真是硬到去的。你囡仔时常要面谅啊。两位，有嘛事情来啊？你没按八卦哦。唉，无啦，就同事的事情啦。我嘛该啦。人会讲，无定做，啊做得人天数。我样的天数，还不卡使用运动多钱，应该都钱都要为落嚟。哦，我讲出来了，做唔得老朋友讲哦，客家唔记得，客家唔记得，客家唔记得。我迄讲吼，你嘛该乐透的名牌，然后谈心，你中就好。哎呦，点睇嚟係咪？講有種綠色手板卡色菜。買什麼？好嘞。好，收睇咧。李先生，查房。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的意见。那头摆看了连丽个直播影片，他利用智商的方式来进行情绪勒索，还有技术方嘅诉求，亦有可能系边缘性人格，来给你给爱治疗。姑嫂。咱相信唔做得公私分明，不过爱照顾老七家，唔就大家平民，还会不会有压力？林丽就係一個騙人，韓國我真係知道佢喜好公司。差不多。啊，很好看天阳哦。韓做的啊。啊，小白送呢？你知唔知只有太遠，老三先強下去。哦，好啊。茶房。哦哟，用啊，用诶，我有用诶嘿。行啦。
家报个很牛，什么个事情从来说我们唔得。谁有年钱？卡在啊，你卡在做好了，哎，你去甲较上忙的喂，阿边赚钱做好的啊。冇了。马桶好堵，从细到大，做咩用年钱都不卡咯。其实我每地件就咩麻烦。你讲阿爸冇欠几条钱做好咧？记得有一摆，佢用4张脱过手，几条来，发现东亚诶，冇人总爱食饭，几条就去买只饭包俾我食呢。我料到我媳妇嘅夾嘅，你做飯我食到又強又飽，到日後我就輕幾啲咯。記得錢都壓啲嘅。老到我在外演呢，就做得讓阿爸佢哋在夫妻團關係呢，你冇發現係？都没有路上的命的，没本命，嗰個相片就好便宜，咋看得到？唉，行起無效啊，樣樣都嘅錢到咧，又聯絡唔到阿爸，我真係唔知佢一下欠人幾多錢。啦，捱不寒。我是冇出到去家己採過誒，我是有地位強啦，我又唔知佢哋會做乜嘅，迄個大機器呢就算呢，迄個大松來面幾時做唔得咯？捱不寒呢？我用啦，捱不寒啦。哦，懂念哦，你用一下变成暗念哦。哦，哎，很愛小暖啦。比丘，正愛啦。你们这次真的分手了？当然是真的啊。他这么爱自作聪明，我受够了。听说他帮了你不少忙哎，你舍得吗你？什么意思？就听你其他团员说的啊，说林立人脉强，帮你接了不少案子啊。他算什么东西？如果不是我够有才华，他推得动吗？拜托一下好不好？那些金主不是笨蛋。是哦。啊，不然呢？喂。卖出去了。什么东西卖出去啊？上次那个破音箱啊？谁在那边跟你破音箱啊？算了，今天不跟你计较了。就之前我们做的首歌啊，唱片公司决定要嘞。你看吧，我说过了嘛。哎，合约过几天就到喽，你留意一下。哎，对对 ，demo 在你那边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录音室这边没有哦，寄分到公共信箱。demo。还有啊，我们上次提到那个音乐季啊，这一次的报名人数有点多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办法？拜托，我哪有什么办法？哎，你不是有那个灵力吗？如果选不上，就别去嘛。哎，再来一杯啊。
你们安做了？阿爸，那要约个什么街啊？送拜咩去哪个？阿丈又发现约个少嘞，会约阿丈承认。总得，安尼阿母无条路诶，我同阿天数啊，伊歹少好。好，给送拜个约个。拜托啊，我真金伫阿长有发现呢。阿爸，你先老爱讲，唔要约个爱本忙嘅。你就有看着啊？我在上面没看到你的名字啊。我刚才补挂了。哦，进来吧。我看诊的时候不习惯有认识的人在现场。我？不是，这是规定啊！万一有病人攻击医生，你攻击李医师，会死。小白，没关系，先休息一下吧。这样，药单谁要印？药单我能自己印。我去买咖啡。李先生，外顶某被医院开个莫迪帕诺跌到40几度嘞，我想一场老爱吃非不可。饭菜奶奶迄种烧嘞，我下就做在事。小轩啊，你孔副总评做这些事情吼，国良也这样讲，你同阿长讲一下，佢要体谅人啊。都有好上班嘅时间嘞，唔是烧啦。我紧啲要下要动无了啊，总要有啲事情做。安尼，应该去做心理治疗，好无？无爱，会无按多钱。上摆唔系咩吃都无好，戏吧按贵，挨啲要下根本唔通就好嘞啊。也唔过。好啦，挨迄条饭菜嘞。走嘞，阿尼拜说3年前记得检查腹胎的，送卖眼嘅整天，要查係4隻快嘅。弟，唔讲动大摆，我都会拍嘞。啊，有按啰嗦。冇啊冇。多請原本你想埋看天日。哦，就請基本面老捱佢嗰個。冇馬街啦，佢係哪個條路？佢聽人朋友很送嘅呢。啊，
无，手到请林阿姨，佮有限照顾了去。没黑了。可是西药的精神好起来以后，是唔会见准的。本单老豆所得留佮解脱。一下人压力主动态，精神西药的咩唔系坏事，唔过记得按照医嘱。李先生，真嘅。好。总叫我教。哇！用边度爱死呢？哇！老头板莫穷用呢。哇！哇！李先生，等我教你，来啊！快！嘿，哇！转来。最近本人心情有唔好了。唔免啦，其实讲嘅啊，连你听讲要来请记了。其实我拿相片出来本人看，规间那个变通同家教，全无相谱啊。林丽，就无人讲。相簿来收起来咧，来等下拿出来本记。时间唔早咧，有先生伊去困，昨天来数。好。
早啊，李医师。早啊，林小姐。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？我跟绿琪约好啦，上次生日会本来要送她这个娃娃的。其实以医病关系而言，你不适合出现在我家里。可是绿琪想要见我啊，那不然我不要继续看医生就好了。这个方式。Lucky， 哇，安胎娃娃哦！终於嘛，終於，姐姐，謝謝，唔使客氣。故事愛清清楚楚，目光來時路。應該你前兩期不行啊？喺邊度？你媽都係講ต้มหมักไก่呢？你有落麥？哦，ต้มหมักไก่呢？哎，要咋？很強呢。哎，要咋吃塊？係咪懂我了？好。你做乜交我留片義工法？冇啦。你打電話不滿意？你平常是你們嗰個很多問題啊？嗰個都冇限撈嘅工法。跟我一下評估吧。哈！你呢一隻先好。真嘅？我問我老必秋姐姐問你下好啊？老必秋姐姐。最好啊！先一個啦。獻出了。先一個啦。Sorry。姐姐，你們先來看相簿好嗎？要有懂得謝謝師姐嘅相片啊。你看，哇，Lucky 謝謝師姐，去按電你下呢。Lucky， 你有彈琴啊？不卡你有冇琴呢？啲阿姑唱一副卡。Lucky 啊？想愛個彈琴冇？好。
阿丈，梦嘢都整理好嘞，要做好记录嘞。OK， 计先生嘞，记得点样？有的哦，要点清楚，下礼拜哦，总得爱你。啊，小轩哦，爱来两天数的，哦，就较轻松调的哦。嘿啦，有乜问题的人来讲哦。唔会啦，冇问题啦。好好好，那去无限啦哈。哦，好。嗯。好。我是想过老邻里面对面的情形，我挖到我为因为过得好的事情太上马记，无就是我为老头摆穷用，因为讲记撒走演员。不过基本人我看记，望到偏从当方，有一扎无事的用的，我才发现我单枪上的问记。做嘛该唔抵杀七个的命，假命老人比起来，算动强的嘞。见毛冲珊珊，有个好度叫个阿爸，咩毛冲挨按唔白，挨唔结，竟用为按你糟蹋七个，挨真惊凶哦。小轩摕为摆加工嘅时间，冇被本人欺负咧。小轩 PTSD， 啊，記得護理師欠人嘅乜嘅呀？媽嘢，就記得按到乜嘅山呢啊？你跑什么跑啦？胆枪吃豆懂更色，去条糖的喂。邻里男朋友的事，你没来郭德哈？你不是中医吗？开，你不要说。我真的，你做不好事。我要看到我，我啲聽嘅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選擇，留下一個擁抱，啲從而嘅世界做得好，偷拍嘅未來無彩。而你唔會在意嘅在未來為誰才經驗，唔會在意馬街喜愛，你係唔係恨你呀？出色都太嚴重，喺啲愛身邊，也想做的一撒來相依。你要看到我，我啲天定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錯些多。